蒸魚應該係凍水落鑊蒸啊，定還是滾水落鑊蒸呢？如果你淨係識得靠大火猛滾去蒸嘅話呢，再靚嘅魚啊都會俾你搞嘥晒。咁樣蒸出嚟嘅魚肉質又老又柴，仲有一陣去都去唔走嘅腥味添，一啲都唔鮮嫩啊！今日呢，我就將我哋廣東星級酒樓大廚蒸魚嘅方法免費分享俾大家。按照我呢個方法蒸出嚟嘅魚呢，真係又嫩又滑又鮮甜嘅，一啲腥味都冇啊！呢一條視頻可能會顛覆你對過往幾廿年清蒸魚嘅一個認知。為咗防止你以後想對住嚟做嗰陣揾唔到我呢條視頻，大家可以先點返個唔使錢嘅小紅心同埋大拇指收藏起嚟，亦都可以轉發俾你身邊中意食魚、中意美食嘅一個屋企人同埋朋友，等大家一齊嚟學。方法其實就非常之簡單，有3個好關鍵嘅地方。第一個關鍵就係買返嚟嘅魚啊，有3個最腥嘅地方，你一定要去除乾淨、洗乾淨佢。第一個就係魚頭後部呢個位啊，有個腥骨，一定要搣落嚟掉咗佢。第二呢，就係魚肚裏面有個黑膜同埋呢啲魚骨旁邊嘅貼骨血啊。第三就係用刀刮乾淨魚表面呢啲黏液落嚟。第二個關鍵嚟啦，千祈唔好用鹽同料酒去醃啲魚啊，鹽就會導致魚肉變柴，料酒就會冚住魚肉本身嘅鮮味。我哋呢可以喺蔥薑水裏面倒少少白醋，將條魚放落去浸返佢10分鐘，咁樣唔單止可以去腥增香，蒸出嚟嘅魚呢啲肉仲會更加之潔白嘅。第3個關鍵就蒸魚之前喺魚背上面搽一層食用油，咁樣可以鎖住魚肉啲水分嘅。跟住落嚟呢，就等啲水煲滾咗之後，將條魚抌落去蒸。千祈唔好用凍水去蒸啊，凍水蒸出嚟啲魚就會發黑㗎啦，個口感都唔會鮮嫩嘅。全程大火蒸佢7到8分鐘就可以㗎啦。咁樣蒸出嚟嘅魚呢，真係鮮嫩多汁，一啲腥味都冇啊。另外我今日仲要話俾大家知一個秘密，做雞究竟點樣先可以做到皮脆肉滑鮮嫩多汁呢？一條視頻教識埋你，咁樣做出嚟嘅鹽焗雞呢，連骨頭都鹹香入味嘅。我喺廣東酒樓專業做雞都已經25年㗎啦，好多朋友仔都會鍾意食雞嘅，包括我自己在內嘅。但係我夠膽講99%嘅朋友都唔識點樣去整雞嘅，自己喺屋企煮雞呢，加乜嘢配料真係唔重要，你只需要記得我呢一個方法，煮出嚟嘅雞皮脆肉滑，雞味十足，哪怕係超市嗰啲凍鮮雞都可以化腐朽為神奇嘅，大人同細佬哥都個個爭住嚟食啊！如果你平時煮出嚟啲雞肉硬係甩皮甩骨，肉汁鞋霎霎，呢一條視頻你一定要認真睇完佢啊！記住同我點返個唔使錢嘅小紅心同大拇指方便日後你要對住嚟做嗰陣，仲可以揾得到我呢條視頻。其實呢，想要做好一隻鹽焗雞，關鍵就係3個步驟。第一步，將隻雞清洗乾淨之後，落1個療程嘅鹽，同佢做返個全身按摩。咁樣做唔單止可以去除雞皮上面啲污糟邋遢嘢，仲可以鬆筋化脾，更加之入味㗎。跟住將隻雞清洗乾淨之後呢，攞半隻甜過初戀嘅過期檸檬，同佢捽勻全身。咁樣做係可以有效咁去腥增香嘅同時呢，留低一層檸檬嘅清香。第二步，拎起一壺滾水，兜頭兜面淋落隻雞身度，咁樣做係令啲雞皮收縮緊緻，係雞皮爽口彈牙嘅關鍵嚟嘅。然後將佢吊起嚟，濾乾啲水分。第3步，我哋酒樓大師傅嘅秘訣嚟啦，啲雞好唔好食，關鍵就在於呢一個鹽焗雞粉。你只需要喺啲雞肉上面落少少佢，其他啲乜嘢鹽糖通通你都唔使再俾㗎啦。再加一支陳年嘅花生油捽勻佢全身。記住雞籮柚入面都要捽到位之後醃佢20分鐘。呢個時候呢，我哋就可以去電飯煲底度搽一層底油，再鋪返一層蔥薑墊底，再將醃好嘅雞擺入去，啲汁都淋埋落去按正常煮飯鍵30分鐘之後就可以食㗎啦。關鍵係在於呢個秘製嘅鹽焗雞粉佢嘅鹹香度係經過無數客戶一致好評調配出嚟嘅黃金比例，顏色非常之靚仔生雞分分鐘都變鳳凰好多顧客嚟到我哋鋪頭食完之後都話要帶返3、5包先肯走㗎。
自己喺屋企都可以做到色香味俱全嘅一個鹽焗雞，真係好食到舐舐脷啊！如果大家唔知道邊度可以買得到呢一種秘製嘅鹽焗雞飯，你可以點開我左下角嘅頭像，下面有個商品櫥窗趁住而家有活動，嗱帶翻幾包翻屋企試下佢啦！